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0月1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1篇第9节到16节，以赛亚书47章第1节到第9节，启示录17章第1节到1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受审判。谁会受到上帝审判呢？前不久我们谈到了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。那一位富有却没有爱心的财主死后到了水深火热的阴间，那是因为他一生不听先知之言，不从主的诫命，所作所为违反了上帝的律例，使得他只能下地狱，因为面对了审判。以色列他们拜偶像，在信心上行了邪淫，上帝不但要处罚以色列，也要惩罚巴比伦以及加勒底。以赛亚书47章第1节到第9节经文这样记载说，少女巴比伦啊，下来坐在尘埃，加勒底啊，没有宝座，要坐在地上。你不再称为柔弱娇嫩，要用磨面，揭去面纱，脱去长裙，露腿渡河。你的下体必被露出，你的羞辱必被看见。我要报复，谁也不宽容。我们的救赎主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他的名为万军之耶和华。加勒底亚，你要静坐，进入黑暗中，因你不再称为万国之后。我要向我的百姓发怒，使我的产业受凌辱，将他们交在你手中。然而你毫不怜悯他们，连老年人你也加极重的恶。你说，我必永远为后。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，也不思想事情的结局。你这专好厌乐，以为地位稳固的，现在当听这话。你心中说，唯有我，除我以外没有别的。我必不致寡居，也不经历丧子之痛。哪知丧子寡居这两件事情，一日之间忽然临到你。你虽多行邪术，广行魔咒，这两件事必然临到你的身上。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提到，他们将同时遇到了丧子及寡居的情况，也可以想见上帝的盛怒将会临到这些不忠心的人的身上。约翰在启示录也提到大淫妇巴比伦，事实上这是指着当时当政的罗马政府，如同上帝借着先知的预言一样，当政不义的罗马统治者将会灭亡。启示录17章第1节到18节这样说道，那7个拿7个碗的天使当中，有一个上前对我说，你来，我要让你看那大淫妇所受的惩罚。他就是那建造在河流边的大城，地上诸王都要跟那大淫妇行过瘾，世上的人也喝醉了他淫乱的酒。我受圣灵的支配，天使把我带到荒野，我看见一个女人骑着一只朱红色的兽，那兽遍体写满了亵渎的名号，长着7个头10个脚。那女人穿着朱红和紫色的衣服，戴满了金饰、宝石和
和珍珠。他手里拿着金杯，杯中盛满了他淫乱可憎的税物。他额上写着一个隐秘的名号，大巴比伦，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质的母。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上帝子民的血，和那一些为耶稣作证而殉道的人的血。我看到她的时候大大惊奇。天使问我，你为什么这么惊奇？我要把那女人和她所骑的那只长个7个头10个脚的兽隐秘告诉你。你看见的那兽曾经活过，现在不再活着，不久将要从无底深渊上来，走向灭亡。地上的人，凡是名字在创世以来没有被登记在生命册上的，一看见那曾经活过，现在不再活着，将来又要重新出现的兽，都会大感惊奇。这里需要有聪明智慧。7个头是指女人所做的7座山，也是指着7个王，其中5个已经倒了，1个还在，另外1个还没来，来的时候只能停留一会儿。那曾经活过，现在不再活着的兽，就是第8个王，他也是7个王的中间一位，正走向灭亡。你看见那10个角，是指10个还没有开始统治的王，但是他们要承受王权，跟那兽一同统治1个总统。这10个王有相同的目标，他们要把自己的能力权柄交给那兽。他们要跟羔羊作战，但是羔羊要击败他们，因为他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他所选召忠心跟随他的人也要得胜。天使又对我说，你看见那淫妇坐着水流，就是指各民族、各种族、各国家和说各种言语的人。你所看见的10个角和那兽都要憎恨那淫妇，要夺走他所有的一切，使他赤身露体。他们要吃他的肉，用火焚烧他，因为上帝把执行他旨意的意念放在那10个王的心里，使他们有相同的目标，把统治权交给那兽，直到上帝的话实现。你所看见的那女人，就是统治地上诸王的那个大臣。上帝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，他将审判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违背了上帝的旨意。上帝也要审判巴比伦，惩罚罗马帝国，因为他们不接受上帝，也虐待其他族裔，素行不良。诗篇91篇第9节到16节，因为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你以至高者为居所，祸患必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，因他要为你命令他的使者，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要保护你，他们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。你要踹踏狮子和毒蛇，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要搭救他，因为他认识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，他在危难之中，我就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，我使他享足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主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正直跟随主的诫命。
愿我们所行的蒙主喜悦，面对审判能够坦然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